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会不会这李太医就是世淑姑娘的未婚夫呢？其实，自从上次逍遥阁之事之后，朕的心中也隐隐有此怀疑，只是不敢深想罢了。可若是他们兄妹二人真的不是兄妹关系，他们二人是恋人关系，却以兄妹的关系潜藏在朕的身边，那鳌拜所言就并非挑拨离间。他们二人居心叵测。皇上，要不要奴才去查一查他们的来历？此事朕就交给你了，千万不能走了半点风声，明白吗？奴才就先从他们的口音查起。查口音没用，这兄妹二人会口技，南北各地的方言都会。倒是易欢平时透露出的点滴信息值得查询，比如易欢在10岁那年，他的家乡曾遭遇大旱，多有乡民饿死，而他哥哥为了劫富济贫，还甚至打劫官银。你把这些年出过官银被劫和地方官遇刺的府县全部都查出来，再看一看哪一个府县在易欢10岁那年遭遇过大旱。皇上这是圣命，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切都不许轻举妄动，更不许惊动他们兄妹二人，一切都要等朕来裁夺。奴才明白。皇上，各地府县如果发生了重大的盗窃案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他们会有些隐秘不报，所以朝廷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，还请皇上多些耐心，多给奴才一点时间。简晴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跟易欢到底是不是真的亲兄妹啊？自然是真的兄妹。叔父怎么问起这个来了？哎呀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瞒着我？其实你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觉得你们的关系有点奇怪，我就没往深了想。今天听皇上跟索额图所言，他们也怀疑你们不是真的兄妹，我这才起了疑心。康熙和索额图怀疑我跟易欢不是真的兄妹。不错，简晴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不跟我说句实话呀？不错，我跟易欢的确不是亲生兄妹，我只是义父的养子，易欢才是义父的亲生女儿。义父从小就为我和易欢定了亲，我们是未婚的夫妇。啊！你们，哎，皇上吉祥。平身吧，不必多礼。谢皇上。皇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妾身要向皇上请罪，妾身不该把三叔透露给妾身的消息口无遮拦，说之与下人知道。妾身没能约束好下人，致使下人以讹传讹，误伤了皇上的心爱之人。妾身向皇上请罪。罢了，朕知道你也是为了朕好，关心则乱了，但是下不为例。你的坤宁宫应该是6宫的表率，朕不希望它成为后宫谣言的起源。妾身知错，绝不再犯。响鼓不用重锤，朕知道皇后一定会引以为戒的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。谢皇上。哎呀，这下惨了，这下惨了！我这条老命啊，就搭在你们手里啦！你们哪里是我的亲人呢？
你们分明就是我的索命无常啊！叔父不必担心，眼下康熙对我和奕欢也都只是怀疑，并没有实据，而我们已经拿到了铜匣，完成了清查内奸的任务，继续留在紫禁城里，不过是为了打探消息而已。一旦发现情势不对的话，我们会立即撤离，绝对不会连累叔父你的。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事情的发展，你们根本就控制不了。就好像我本来是想跟你们保持一定距离，可现在又不知不觉的被卷了进来。哎，叔父不必担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同时保住义父他自己的脸面，有你这么一个亲弟弟的事情，他没有告诉我们联盟的其他人。眼下知道这个秘密的，只有我和奕欢，还有倾城一共3个人。哎，你们干嘛来认我这个亲？你们不该来认亲。哎，你们不该来认亲。皇上看起来似乎很疲倦。朕这几日都未曾睡好，有时候明明觉得很疲惫，却是偏偏无法入睡。皇上是太过于操劳，伤了元气，可要太医来瞧瞧？不用了，朕是心里有事，所以觉得很焦躁，找了太医也是无用的。皇上是为了世淑姑娘的事情而烦恼。其实不要说皇后，还有索额图，就是朕的心里也是隐隐觉得不安的。皇后，朕自亲政以来，一直忙于国事，无法陪你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朕对你的宠爱也许不是最多的，但你一直是朕最信任之人，这你可明白？妾身明白，妾身对皇上的信任很是感激。妾身只是恨自己无能，无能替皇上分忧解愁。朕已经派了索额图去调查李氏兄妹的关系了。只要一天不确认他们2人到底是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朕这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。只是此事不是一朝一夕能查出结果的，所以朕的心里也很是焦躁。原来皇上是为了这个而烦恼，想要测试李太医跟李奕欢是不是亲兄妹。妾身倒有一计，可以立竿见影。说来听听。不知道皇上是否愿意为李太医做一次媒人？好计啊！皇后，还是你有办法。皇上，让妾身为您更衣吧。皇上，看来你今天心情很好啊，让皇后组织各嫔妃还有格格出来游玩，我能不能跟他们一块儿去玩？那不行，你得待在朕的身边。为什么呀？奴婢只不过是个笔墨侍书，现在又不是在御书房里办公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出去玩啊？待会儿有好戏瞧的，你先稍安勿躁。这个亭子里的帘子全都是里边看得到外面，外边看不到里边的。哎，好戏来了！真的有好戏看啊！朱哥哥，哎，这是谁啊？长得这么俊。这人我也没见过，不是皇宫的人。不过能进御花园的人，
定是皇上赏识的人。快来快来，看他背着药箱，肯定是太医呀。太医不都是些七老八十的老头子吗？什么时候来了个这么年轻的？太医太医，他说他身子不舒服，你快给他看看嘛。胡说什么呢？猪哥哥，皇上，你让我大哥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他相亲啊。相亲？对啊，相亲。你哥哥人这么好，这要那么赏识他，但是他身边连一个暖床的人都没有，所以啊，朕就将这宫中的格格、郡主们全都请了过来，想给他当一回月下老人。皇上，那您这不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怎么？难道你哥哥跟你一样，也是从小就定了亲？朕怎么没有听他提起过呀？那倒没有，奴婢最有家贫，哪有钱给我哥哥定亲啊？那就好。你哥哥乃是罕见的文武全才，前途无量啊，又长得那么一表人才，你看看那些格格们，个个都在偷偷瞧他，看来对他很是动心呢。而且这李爱卿看到这么多美女娇娃，不也是如痴如醉的吗？皇上，您可是皇上啊，放着朝廷大事不管，现在怎么反而当起媒人了呀？朕总不能天天只忙着国家大事吧，也得找一些有趣的事情来做一做呀。再说了，朕也得关心一下自己身边的能臣嘛。朕给你找了一个大嫂，让你哥哥当了额驸，那咱们俩可就是亲戚关系，那关系岂不是更近了一步？哦。哦，这李爱卿还真是有眼光啊！这个秦格格乃是正白旗第一大美女。猪哥哥这是怎么了？他平时不是这样的急色之人。微臣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李爱卿，朕让你看的佳人都看了吗？回皇上，都已经看完了。那你觉得美吗？公主格格们个个都貌美如花。那朕让你选的人选出来没有？微臣看得匆忙，一时还未能选出来。好，那你再回去考虑考虑，明天你再给朕答复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定不负皇上的信任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怎么？不高兴我给你哥哥做月老？当然没有了，奴婢只是在想，哥哥哪来的艳福啊？居然可以在皇宫里给我找嫂子，奴婢要多谢皇上隆恩啦。欢妹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啊，那么好笑？今天龙小弟让你去相亲，你还真去了？哎，看了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是不是心花怒放啊？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什么时候去相亲了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么多公主格格的，看上哪家的金枝玉叶啦？康熙跟你说的。今年康熙宣我去御花园，说有一个王妃，不知道自己得了一种传染病，现在一病不起。他担心跟他接触过的公主格格们也被传染，所以让我进行观察，一旦发现马上隔离。但我找了许久，都没有发现什么。那为什么康熙要骗我，说你是去相亲啊？糟了，叔父提醒过我，康熙对你我仍有疑心，甚至怀疑你我的关系。但我没有想到，他居然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试探你我。
你有没有露出什么破绽？我应该没有。还好我中途的时候看了一眼叔父的眼神，他给我递了个眼色，我当时就在想，这是不是康熙在试探我？所以我就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我觉得他没有看出什么破绽吧。都怪我，估计以前我看到你跟康熙亲热，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估计被他瞧出了破绽。以后我们要加倍小心。现在铜匣已经找到了，内奸也铲除了，我特别想带你离开。不过义父说了，我们还要继续留在康熙身边，刺探军情，协助吴三桂起兵。但是说好了，这次可是你让我跟康熙假意亲近的，到时候你别再说我了。你自己说的，你对康熙已经死心了，我能不相信你吗？你们看，这只并蒂莲开得多美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花开并蒂，寓意着阴阳和谐，这是吉祥之兆。李太医啊，咱们大清的姑娘，个个性格外向开朗，不那般拘谨。昨日啊，在御花园一见之后，这齐格格、秦格格还有兰公主，都觉得你一表人才，对朕那是争相表露心迹。李太医，你说你看上了哪一个？只要你看上了，朕都将她指配给你。多谢皇上，只是臣乃庶民，又出身卑微，实在是配不上皇家的金枝玉叶。李太医这话说的言不由衷了吧？还是你觉得我们皇家的公主格格都配不上你李太医啊？皇上误会了，不是臣的眼光高，而是臣从小便定下了婚约。是吗？李欢，你昨日跟朕说你自幼家贫，哥哥没有定下婚约，现在你哥哥又说他有婚约在身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皇上，臣和奕欢说的都是实情，只是奕欢顾及臣的颜面，没有将事情完全说出来。那你现在到底有没有婚约在身呢？臣自小确实定了婚约，臣和臣的未婚妻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只是后来臣醉心于医术，离乡求学，于是事情便发生了变故。什么变故？恕臣脸薄，羞于直言。莫不是你的未婚妻悔婚了？正是。虽然臣的未婚妻跟臣并没有明言，但是臣知道，她的心里已经有了别的人，所以臣才会伤心之下远走京城。李太医啊，你乃是人中豪杰，你的未婚妻居然会变心，真是有眼无珠。难道这个插足之人比爱卿还要优秀？那人确实很优秀，所以臣才会如此觉。既然如此，那你还想着他做什么？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朕再给你指一门婚事就好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雨。虽然臣的未婚妻已经变了心，但是她在家里却并没有毁约，而那个趁虚而入的男子家里早已是妻妾成群，所以臣还在等臣的未婚妻回心转意。没想到李太医还是个用情至深之人。皇上，奕欢以为臣已经将未婚妻忘却，所以才会说臣未有婚约，但他有所不知，臣已将未婚妻刻在心里，今生非她不娶。奕欢，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朕，害得朕还替你哥哥的婚事担心？奴婢刚开始跟皇上想的一样嘛，奴婢想，既然那个女子已经变了心，那哥哥就应该另立良缘。但没有想到，大哥的心里这么执着。360病，心病最难治。李太医啊，纵然你这医术精湛，
但你自己得了心病，你也是莫之奈何呀。